大稻埕永过是重要的商业中心，带动台湾的贸易发展，佮出真侪无共领域的高人，而且这高大佮保留真侪历史建筑。有一位画家，伊就参考清明上河图的布局，画出大稻埕过去繁华的光景。咱带你做回来看。它会让影像有点变形的效果，你在移动的时候，仿佛那个人也会跟着移动。无论市集街路顶顶呈现过去大稻埕的活力，规幅图用汉镜看，哪像清明上河图，看的人感觉图内底的人、车船，拢感觉会叮当。那的确，我有参考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构图跟它的作画的那个观察的城市的锐利度，这样观察到人在街道上那个建筑的尺度跟样式，甚至还有一些很多活动在上面。本身建筑底叶家伟以清朝甲日本时代的街路做背景，加入家己的想象，用很快的方式来画大稻埕的全景。大家通伫岛内底看到过去，这200挂栋建筑甲街路的配置，用古今结合的方式，体会大稻埕的青春。它是用各种不同时代，然后曾经真的存在过大稻埕的，比如说建筑也好，街道也好，这些都是有经过照片考据，然后真的就是我真的看到大稻埕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的。这个时间包含到现在。这部青春有时当咧调画过老好大稻埕展出到7月初，主办单位表示，展览嘛结合一寡收藏家的作品，亲像日本时代的公车票、日本画家所绘台湾地景图等等，希望参观的民众通透过罕得出现的珍藏品了解历史。记者陈阿文、刘玉水台北采访报道。